华视台语新闻杂志，乡亲大家平安。台湾的农地最近这几冬来所拄到上严重的危机，就是洪头倒废土。营建署的统计，2022年的1月到3月，全台湾违规倒废土的案件都有253件，台南上多占94件。讲上主要是北部途经所卡掉的土石、砖仔下。废塑胶，才会废土石，伫全台湾防世界乌白乱倒。一旦若防掂入去农地，毋若冲击到食品的安全，更加会对环境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尽管各县市拢发起着联合的稽查，但是安尼敢就会当来防止着偷倒废土的乱象呢？到底要安怎做，才会当来解救台湾珍贵的农地呢？来看华视新闻团队的追踪报道。农地埋了多少废弃物？这是一个很大的黑数。所以这边原本是都是余温，就被填平成这样。哇，就是一个小高原。我问你一个问题，这个土地咁厉害？对啊，这个土地。我来看看呢。如果土地都没了，后代子孙的生存其实有一面问题。南风微微吹，台南柳叶稻仔田，和大地拢充满活力。青色农地另外一边却是完全无同的风景。台南社大副研究员林正涵，伊带从小组行入去田边的细条路，来看南台湾真危险的农地危机。可是不好走哎，这平常会有人来吗？现在你地上看到的，其实它就是营建剩余土石方的其中一种，它就是破碎的混凝土，它拿来做这样的铺路，对，然后会有一些砖瓦啊、柏油之类的。世界农场木头阁有废塑胶，平常时罕着有人去的休耕农地，这几年嘛变作废土业者眼中的非法路痕。这个算是乱盗吗？这个它铺路这可能就算比较常见的状态。我们会觉得比较夸张的是，等一下我们看到那个才是乱倒，那个整堆，这个你看到都是混凝土的碎块，哦，这就是营建剩余土石方。哦，有没有？我们这里就看到一整堆了，像一座小山一样。所以这边原本是都是余温，就被填平成这样。哇，就是一个小高原。这感觉就很像是那种什么墙上拆下来的那种。对，其实就是混凝土破碎啊。那你看，它是整个凝结的，然后被破碎成一粒一粒的。现场这个我们看到也是一样，是营建剩余土石方。哦，这个现场农地就变成像土资场一样，这样子堆了有1、2层楼高这样子。大量营建废弃物大安的乌白片，敢若制作沙石场，怪手搁停伫边啊，敢若平常时就有人负责载运处理。记者实际登录农委会农业农地资讯查询平台，发现这地特定的农业区属于农牧用地，这呢项的违法行径，敢讲主管机关完全唔知影。废土可能都是来自于一些营建的工程啊，不管是就是新建的，或者是就是拆除的工程，这些工程呢，大部分都有受到内政部营建署的管制，这个是营建单位没有做好控管的结果。2021年，台南社大环境行动小组追查瓜港大排洪排放贴无废水的事件，透过空翕机对天顶来看，所有意外发现，水道边的气温强要规个互废土屯平，敢若剩一窟水，完全无活力。好山好水的台南，近来成为废土天堂。像我现在所在这处余温呢，就遭人弃置了大量的建筑废弃物，像是瓷砖还有砖瓦等等的建材散落一地。虽然说这些建材它们不具毒性，但是这片农地已经无法再耕作，失去生机。这个整块应该以前都是余温呐，对啊。你看旁边的题就知道了，那个是它原本的余温的样子啊，有没有？旁边的那个题，嘿，所以它是填了很大量的进来。然后它旁边的这个都有清掉，你看到的是一车一车倾倒的剩余土石方的痕迹。那混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这个有点像是主机板吗？铁片。
可是只有很少量的啦。农地风吞沙土，庄仔角阁有水玻璃，甚至阁有更近铁条啊，看甲互人真惊吓。违法的营建废土大量入侵，主要的原因，敢若甲这几年北部都更案增加真济有牵连。是一半以上都是从北部来，因为北部的工程在做都更啊，就是拆掉的，然后要盖新房子的量很多，所以然后北部的刚好之前新北他要再整顿他们的那个土资厂嘛，那就变成他没去处，那所以他就开始往南跑。大量营建废弃物无所在等，都市发展甲真紧，农地煞变作无辜的牺牲品。近期焚化炉在改整嘛，对不对？所以烧的量已经不够了，然后掩埋更不用说了，我们已经没有土地好掩埋了，所以它大量的都走这个所谓的再利用。可是再利用它真的有好好的正确的被再利用吗？如果它没有足够的地方去，你为什么还是一直在合法建造或者拆造？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控管面出了问题。根据营建署统计，营建村的土石坑数量逐年增加。2016年年产生量大约4360万吨，2020年成中要变成来到7731万吨。原本洪叫做废弃物的土石坑，经过破碎分类处理，废塑胶会使变作辅助燃料，废庄仔角会使用伫工程囤土，全部拢变作有再利用价值的产品。不过上尾啊，这个产品拢去倒位，变作业界袂当讲的秘密。农地埋了多少废弃物，这是一个很大的黑数。低洼回填跟土壤改良，这个是很常见他们的借口。中央的营建署，他不知道说营建剩余土石方，它最后进到土资厂，那实际在所谓被再利用的状况是如何的，数量不知道，怎么用不知道，用在哪边不知道。国土发生失控的废土危机愈来愈严重。农业发展条例施行细则第2条之一明文规定，营建村的土石坑袂当当作是农地囤土的物质。违者依照区域计划法或者是都市计划法，相当会使罚到30万。不过违法倒废土利益真大，总是有不少业者不得收大尾，安尼做。深夜一辆又一辆的大型车从北部一路南下开进台南，这个环保犯罪集团涉嫌长期将中北部的废土再到南部倾倒，不向业者回收大量装潢废木材，不按正常流程处理，而是用人头公司借堆肥名义，在沿海大量租用农地非法弃置。那些不孝的业者等于说做无本生意嘛。那最近就是因为新北他们开始打击一些非法砂石战场，所以这种情形更加严重啊。营建业者对于这些环境成本，他们并不在意，花了钱，那反正有人接，他就不管了。看起来敢若无毒无害的庄仔角，煞伫全台湾引起环境危机。从小组继续前往台南下甲区实地采访，来看充满危机的农地之上。这里就是之前很有名的这个学甲炉渣案就是炉渣不锈钢炉渣回填在我们学甲的农田里面。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挖完炉渣之后，发现更底下其实都还有废弃物。这个是从下面再挖出来的，说是民国80几年的垃圾，那他现在是在做整治。台南的废土危机严重程度超乎您的想象。采访小组现在来到了位于学甲这处看起来像垃圾场的农地，眼前这座有2、3层楼高的垃圾山，是不肖业者在过去20-30年来非法堆置在这里的，数量之多令人瞠目结舌。这边我们看到它其实有。我们看到有些是我们的生活垃圾，一般我们看得到的各种吃的产品。那其实我们也有看到有像生理食盐水的包，那个是属于医疗废弃物。那也有一些好像是从工厂出来的，就是产生出来不要的下脚料这样子，所以那是属于事业废弃物。所以这样各式各样很杂的，都在这边。这里可以看到有民国88年的一个国农牛奶，这是非常非常久以前的垃圾。这边也有一个虽然没有那么旧也是99年的这个科学面的垃圾。但这么多年来，这些稽查机制是都失灵的，为什么都会没人知道？
因为通常我们被弃置的地方，通常都比较乡下，人烟稀少，然后再来，人家就算知道了，真的敢检举吗？嘿，很多在做这个事情的，其实背后都有很大的背景。几啊年的本数，塔甲那山完全拢袂烂，农地嘛变做安尼，不少业者赚到暴利，大地煞失去生机，污染和环境的成本嘛是全民来做回承担。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一样是农地啊，那我们的土就这样子都跟垃圾整个破碎的垃圾整个混在一起了。这个我们未来还要怎么样去耕种？像看一个病人。你以为他已经病好了，他痊愈了，就他突然又进医院，又重病了，然后是另外一个病这样子，然后还，对，会觉得很无奈哦。对啊。经过几啊年的埋伏，台南社大成员甚至讲冒险迄条无挂车牌废车，而且敢若载满土荒伫台南四界咧走，营建废弃物一直咧增加。管控失灵，算是环境啊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不只是营建废弃物，然后事业废弃物，都是一样的样状况。我们不断的一直追求经济成长，这些东西其实是要付出环境成本的。我们真的还要为了这些东西，然后来付出环境的代价吗？如果土地都没了，那我们整个后代子孙的生存，其实也会面临问题。我问你一个问题，迄个土地敢你下？是啊，迄个土地。安尼看安尼，你看你这甲船只盘安尼，袂使，这甲处理掉啦。这拢爱处理，处理掉，这袂当安尼进嘿。农地袂当有这种物件。2022年5月19，台南农业局人员一大阵做回来到台南关田区一个偏僻农地进行联合稽查。恁这是恁家己要安尼行，还是去互人咧土石用乌白甲恁吞的？无啦，我是家己行的啦。家己行哪有这大地石头啊？这毋是为工程来的，为工程来的。啊，不过你安尼看起来，这是为工程来的，怎啊讲呢？为这大堆。对，对哦。嘿啊，这拢唔是啦。像这，拢袂使一啦。拢想要讲，你看，你这讲贵，你看这啥物？这担仔杆呢？遐重。这担仔杆呢？这担仔杆，这毋是为采用落去的啦。哦，这是分量，这拢爱清掉啦吼。这袂当留伫遮，这远的全部拢爱清掉吼。要查非法倒废土，台南市地政局透过国土监测网为青影上比对，发现这个伫关田交流道边仔的农地，敢若封堵不明的废弃物。虽然现场发现大量的土荒，不过地主煞发完恶。恁原来这块地本来做啥物？我本来咧申请农水就开始无咧种植啦。哦，好了，要准备要起地条啊。因为问他，他一定说不知道啊。那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有收取某一些利益？这个我们就不了解啊。这个是我们其实，可是我们还是查不到，我们还是要花地主。哦，因为地主，你的地理要负责善尽管理的责任。地主讲，2018年已经通过申请，按算要起跳伞设施，不过伫现场调查，连外道路是用营建废弃物起的。明显违反规定。应该石头处理清气哦，无你即摆这违反规定啊哦。哦，处理清气，清了以后，哦，地政局甲你迄个，阮移送地政局以后，采火了你就清干净，清干净你再来起你的畜牧场。你袂当将石头啊规个拢放落去，先甲移进去，然后再来起畜牧场，那是袂使。哦。我们现在台南市政府如果遇到像类似的检举或者是那个国土监测的变异点，然后移送到我们单位来，我们立刻会组成一个那个联合稽查小组，然后我们就尽量来排除这些案件，尽量来让他们不敢来我们台南市田。台南市府大动作联合稽查，不过上关键的环保局和地政局拢无人参加。根据营建署统计，2016年到2022年3月，全台湾违规倒废土案结办率偏低，台南敢若24%，全台湾上低；南投29%，嘉义35%。深入了解，发现农地组织单位农业局竟然无采罚权，大地无啥的悲伤，到底阁有啥会当轻易公道？他以前的话，他分那个在各局处。现在的话，因为各局处的话，它农地的话只是他们业务项目的一小部分而已。所以说，在4月28号的时候，我们召开跨局处的一个会议，会议中决议就是说，只要农地的部分先由农业局来主政，然后排勘了以后呢，我们再将违规的事实情形
然后移送给他们去做采化，哦，所以这样会提升它的一个效率。这个联合稽查可能就变成说市政府在回应社会对这样子的现象的一个做法，但忙一阵子，等到媒体效应过去以后，可能问题还是依然如故了。那业者也不是蠢蛋，他看到你在加紧查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暂时休息。农地横破坏影响食品安全，嘛变做国土的危机。安全守护青山绿水，一定要把源头的管制做好。应该要仿照环保署资源回收制度，然后由环保署的基金呢，派人到那些处理厂去驻场集合认证，确认都处理好了，然后再把处理费转移给他。如果我们不注重自己的农地，未来可能连足够的粮食都无法取得，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农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农地若上消灭，人类嘛真歹生存。上万污染、开发，还有废弃物，到底是谁把台湾的农地偷摕去？终结乱象，守护环境，嘛变作影响你我生存的重要难题。农地被污染，唔但冲击环境生态，更加对食安造成着严重的威胁。政府一定要重视，而且来解决。